一样是沿山公路，那个是大武山，从这边可以往北边走，那边有立顶山可以去爬山。那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，它大武山可以接山地门，山地门底下不要上山地门，继续往前走，它就可以到那个滑翔驿，赛家滑翔驿。好，当然如果你不上去赛家，你可以继续往北走，你会到茂林。茂林那边也很好玩。如果再往北走，好，到大金，到六龟，到多纳，沿着山继续往北走，你就可以上南横，好，就绕过去就池上。所以呢，各位看到这个山这边对不对？你这样子跨过这座山，隔壁这座山的对面就是池上，这样理解了吗？池上，所以各位可以尝试跨过这座山到池上去，刚刚好。好，那不是更正，是资本。